从細到大，人家阿爸阿媽做細個改無限嘛。啊，我同阿姐就會從細就時間天嚟去搶你啊，唔係我洗衫褲啦，因為衫褲佢講完嗰啲動啊，向下洗。啊，對幼稚園開始啊，就會線上教人服務學習嘅觀念嘛。嗰時候嘅玩具教係有數學來啊，嘅識播翻佢出做嘢出搶你啊，仲是會數學啊。嗰時候時開始唔係免嗰個變數嚇，變數嘅時間，跟住大家大家最後嘅就係出分牌，因為出分牌嗰啲送嘛，出係嗰啲搶你嘛，又比較輕鬆，咁輕鬆一點。所以你就冇辦法，冇辦法。就係啲周邊嘅事，很奇怪嘅時節咯。因為他冇大戰啊，吼，古時候人哋都係手把戰士，你都係手天來，吼，對喎，還有就動到不卡嘅事情啊，哦，係因為愛自家出去帶張學妹，像謝山啊，34歲啊，謝山我啦，記得謝啊，34歲嘅時間，哇，謝神，沒有啦，謝神在跳舞吧？等下，嗌小妹嚇，34歲以前係慢人老唔謝神，有搶你講出來。出重門啦，最有錢啦，係用嘅動到嘅不卡嘅事，冇天賦。4分快，這陣世界世界介紹佢。啊，所以講啊，迄用去擺叫做收天來嘅機器，講啊買收天來嘅機器做得一道絕，嗰個係老米嘅嗰種，較太台嘅，就是掃拖機。對。因為人家被我瞄誒，跟貓砂，因為弄係一個天來全部貓砂。係啊，貓砂要行較長條嘅，主要係跟毛動作。嗰時候其實跟毛當嘅，嗱只有神傳都可以絕啲。然後我哋有一個掃地機器人，即係人家講啊。爸爸媽媽嘅好幫手，冇卡樣就開下去，佢就最人有冇卡變到強強力力，就是做些轉來動起來，就按那些可能就最直接讓我們變手按樣去。佢天嚟啊，當初從佢天嚟係搶嘅話，啊所以看到就規則誒心情會較好。因為你其實真係有朋友來以前係會 TP 種不卡度嘅東西啊，會變好啊，係咪搶嘅掃天嚟嘅機器人出通，係將天嚟將到出通，會搶你，因為平時愛來不卡教，嚇，我用到搶你，哎呦，看到就心情會較好嘛。我每次都話最辛苦嘅所在唔係有朋友愛來教以前，因為你朋友愛來教以前，係本來就懂搶你嘅，最辛苦係朋友即係高效呢。啊，我係數球。真係懂嘛，發現個動到會彎啊、盤啊，全部都會寫啊，就會寫到懂辛苦。我們從愛聽下就個做聰明蟲蛋，聽錯愛搶你，因為唔睇叫冇彎嘅面蟲蛋。會知道，所以睇面蟲可唔可以用啊？會高明啊？係啊，係啊。我是初步 MC 吧，係用 MC。有啦，佢叫我蘇寬手他有啦，初步就嗌係冇啊，幾多年都冇以前呢。對啊，就是有點濕氣的味道。嗌冇啊，國外就有咧研究就講，向1禮拜冇彎面蟲蛋，嗌面蟲後就會有500萬隻嘅細菌，很恐怖誒。係啊，嗰時候專家就建議1禮拜至少要彎100面蟲蛋，安尼就夠強烈，水母就唔會用。感覺會扮演。記該時間再換。扮演太久誒，講講係3張嘅，因為嘅面蟲嘅啦，都彎啊。兩係一回事。扮演的吼，可能我們等一下聊16題，你去對面嘅孔內醫院檢查一下，身上有500萬隻細菌嘛。可以見早要嘛？係啊，假如你去隔咧。嗌就係因為台北嘅美術啊，合節節嚟咩？嗰時候啊，東西用嘅白鹿洞葱油，就大嘅東西、細嘅東西。插用到嘅東西啊，冇按接用到嘅東西，嗌全部都會數起來，老不卡數老像嘅飯店共用搶你，因為班嗌朋友來嗌不卡住。請問一下，又係小富商嘛？嗌以前行動型嘅 Airbnb， 唔過嗌真嘅用認識嗌朋友，真嘅當夜煮飯嘅嘢，佢係用天子鍋啦，唔係傳統嘅用太土片嘅，佢當夜煮好飯就要等2點鐘，有種唔得等嘛嘅，等下老天婆數起來。馬街東西啊，大熱，有冇見到馬街？馬街有種啊？
哎呢，看起来懂输送，没东西的感觉，他就是想要打造副卡图没有生活感。今天同好带饭店系嘛，来享用。你带饭店唔就好哎，怎么带副卡当然咩都这个麻烦。是推菜金铺一个科技真嘅有改变咧，因为他懂聪明咧，因为他一个收听来机器，叫做先生讲话，今日要边做下啦，边躺下啦，伊讲边下去搞个，你咪唔边下，天来下个缩喺度点哦，一条拿起来，迄么叫佢啾啊咁，叫佢缠到，机器它就会飞。等一下，你刚刚配音配得很好。就一缩嚟，我情意叫做啾，我看咩？為什麼就會嚇到你？我看邊我嚇到啊！嗰時有樣事啊，就會想講，今日見到佢哋咳到冇嘅，就行喺地方躺下就好咧。嗰時候就係先出個，我見到我手躺下，然後強啲咧，會有音效。咩話冇嚇到嘅，哎呀！我說真嘅，嚇到厲害到，我喊自己寫嘅補嘅呢啊！你叫我讓我寫字，好嘞，唔掂，你真係吹咗嘅雙啲嚟嘅專輯，吹咗啲嚟嘅專輯。初步先，你拍照，你會弄起來拍照，是講像一個安奶去生日睇安尼初步哎呀！哎，最呢就係嗰種黏膜嘅嗰啲東西，就是捲滾筒，黏黏滾筒，你做當好用冇？黏面蟲佢好用啊。嘿，嗰種講到重點嘅，黏嗰種細細東西含做的，就一些嚟含做的。唔過你嗰黏膜嘅嘅啊，叫出動到種，有細種嘅可能拿定嘅，還有做啲用天來蟲蟲嘅嗰種黏膜。嗰其實呢，其實嗰種時間會用一隻黏膜，係因為頭擺眼媽媽就用一個東西。嗰個黏膜也就同感工廠，係講呢，因為嗰黏膜嘅嗰種是出嘅時間還蠻出乜嘅黏膜，嗰細天級嘅。哦，小型的吸我們塵器。超小型吸塵器，那時候還沒有出，嗰時候大家就勁用嘅黏膜，後來我就發現到，呀，真係都唔好用都唔環保，因為可能你黏過去過後就歐洲咧，擦脫咧，會擦脫，就都唔環保，一見到佢用型嘅，再過來呢，我之前呢沒有用過嗰種黏膜器，我擼過去，佢就黏到天涯當。你幾隻嘅字就黏到天涯。對啦，好香對。我推薦大家用那個純土嘅除草菇，以前我阿婆阿太都用那個洗衫褲，不過佢還有兩隻動力，佢嘅用處啊，就係你攞佢切落細細啲，對神。Hello。試試看啦，哇！佢切落細細啲，佢拿去煮變嗰個茶菇水，如果你有啲染色嘅衫褲啊，你就裝喺攞佢滴落去，佢染到細啲時候就會強強力力。他這邊最近就吃可能，你們還會用到哎。最近都好用，我自己用過的。唔講啊，如果保證，因為它唔是攞佢切到細細攞佢煮，因為它有出嗰種就是洗衣精的，就唔是透明的，都冇啦。不是這樣你要皮書意了。有一擺呢，因為呢我做下嘅雅思路，我就啲當空配東西，可能唔啲用辦法嘅配東西就留下來嗰種垃圾嘅東西，用辦出就出唔脫，但係想就進去吃看，後來我就吃嘅玻璃兩公清潔劑，哦出脫，馬上強強力力，真係都好用。可能係因為那種兩公嘅清潔劑裡面有那種界面活性。應該有。我話做先從有嘅冇噴到雅思路，噴到雅思路是開放嘅爆炸。聲音，聲音真係冇出到哦。因為你真係出因為老幾盤到嘅做下自動紅，將老幾出，哎用較安全。哎，我真係出隻盤呢。呀，就係平常時冇做出去，就會對定嘅爐火安尼噴下去，你喊白兩個爐就打唔開哦，有可能。因為真係都冇點啊，好啲啊，都係開。好啲咁要了解嘅。好啲啊，好多嘅。好啲，佢哋嚇人係好好啲啲片。阿姨把老太太示範一下，幾對嘅餅家哈，哎呦，來去講一地方，就係哦，兩三樣一看就定，完全唔會做聲，老太太示範一下。收聽哪個時間我用兩級數？我覺得本難中嗎？班長會罵人。好，現在哈阿咪，你做嘅
周转兴雅嘅等你当红嘞。好了，谢谢。什么？你会秀一下压黑猛禽，好了，给我重来。黑上太上锅。